成日聽人講麥盧卡蜂蜜真係咁好？梗係啦，麥盧卡蜂蜜係紐西蘭國寶嚟㗎，佢嘅主要活性成分 MGO 有消炎抗菌嘅功效。每日食有助提升免疫力，對風濕關節炎、消化不良引致嘅口氣都有幫助㗎。仲有啊，MGO 越高，功效就越好。點解要揀維他寶970蜂蜜呢？第一，因為佢嘅 MGO 等級超過970，抗菌消炎效果極強。第二，100%單花麥盧卡蜂蜜功效更高。第三，三重攪拌，口感比其他品牌更順滑。第四，製作嚴謹，品質有保證。第五，仲有產品認證卡，唔怕買到假貨。每日一細羹，消炎抗菌最安心。每日維他寶，日日精神好。維他寶970蜂蜜，提升免疫好幫手。